脾气吧，妹妹啥子呀？熊，我看到有呀。他得马啥啦？那老家得个嘛嘞？我呀，啥事嘞？啥事嘞？我呀，当然做事情的，其他事儿生给我呢，其他没得。有看着，头发都动得像样啊！哎，没动了。马头没得马头色的，可也不干过穿个的呀。哦，马头做的。像我，肩膀扭动啊，没动了。对。基本啥就没有。像是哦，多把是哎，看来也不啥的，缺钱有的，书不买呢，缺钱买吧，是吧？涨吧是涨吧。涨吧涨的没？涨吧是等着过来去呢，那书不买呢，那缺钱买吧？涨吧涨多少的？哦呀，对了，这是嘛事啦？我呀。哦，涨吧是涨吧。没啥就没。哦，一样啊。你看着过？我呀，他头发没动啊？我呀，头发得动呢，那老嘛嘞？俺下次，头发得动。涨吧山的是吧？涨吧，那个皮里涨吧山呢？这山上老嘛吃？我继续给你。给你是的？给你。明白了，再吃嘞？对了对。他得嘛啥啦？那老家得个嘛嘞？得那老家得个嘛嘞？哦呀，要么哦呀，那菜人有菜人，有，但数不下个去了，看着有看着，有看着，有看着，看着有一个菜人，有菜人。
要么，俺抓啊，俺那俺吞这个啊，这里有要么有。吃什么了？过来接菜来。过来接菜呗。陪谁的陪谁？可是啥？在深南。啊。他父母都在呀，这么没了6个岁呢。不是他父母在走了。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们的家乡就深南。阿木哪了着呢？哪了着呢？走，是吧？这太冷了。我们修啥的呗？俺得修，俺们哪得修？在地上嘛，俺们哪得修？听小兄弟说，除了这位奶奶，还有10几个。俺们跟不给啊？跟不这牙不么多啊？这边么？边么多头么多啊？这边么那贵啊的，那金么些么多？哦，俺们拿年啊，这边么差不起来了的，这样贵了肚子。咱等你等点多都不多啊？不是，这边多过来些。哦，对的哦，那然后对拿水水去，听着就马上。哦，俺都水，陪了睡觉的，俺这个乱七八糟，点过了睡觉的。俺这贵心啥的呗？是啊，哦，呀，那这些就是什么啦？什么？我这些那俺得生开的，就那家那个是那都个啥？那俺看这个的，是吧？俺们就是那年，他这里这两说是真满这面，俺说不给，这他就是养俺有啥的，那个起脚的，我在里面，俺就是这不可能没，就是说的那滚吧，他结果没得面吧。对嘛对吧？我奶奶下次想俺叔叔身边去说不这个哦，我奶哦，呀，这是乐家哦，乐家电话说哦，乐家哦，乐家，这么那手机了哦，
咱出去数不起的，那确实有是吧？人嘛的，哦。是呀，咱俺这些的人嘛，俺们用的数不呀，打不呀不接，用的打不接的，那没能教俺的，确实的公办长的爹，人嘛的，你妈这点那确实这样的，啊不，这了解俺们过去有人媳妇的，俺都就过年了，还有嘛的。上俺米那分做啥？哦呀，咱数不加个球哦。哟，蒙我了蒙到我开个嘛呢？哦，哟，才是的。哦，现在咱数不出加个球。没，咱介绍个介绍。哟，咱看出。我也承认，咱这说，咱养啊，咱这开了嘛，嘛，我呢，下次，哟，承认，哟，咱承认，哟，这嘛俺爹来哇，咱年轻人大概，咱还过不是吧？俺啥家？哦，呀，群众数不大家去，那这嘛俺大爷有嘛的？哦，呀。年少不知父母恩。